看《野球名人房》，我是乐天女孩迪轩。嗨，那今天呢，真的超荣幸，就是受邀来这边跟我们的当家台柱，我有点皮皮剉的，有东哥，怎么可以这样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天男孩黄忠义。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有邀请到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其实我已经也是久仰大名，就是我们知名的球评钟老师，也是俗称科科钟，对不对？我们来欢迎钟老师。老师好，老师你好，倪轩好，东哥好，教练你好，我是科科钟。钟老师为什么叫科科钟？因为我在播球的时候，有的时候讲到有趣的话题的时候，会刻的在笑。真的哦？那对，就是科科笑声对，我的笑声就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好想听哦。你应该说想说什么角度会发出这个呵呵呵呵呵的笑声？你要问钟教练啊。那我讲一个笑话，看老师会不会笑好了。我不会笑，我很冷。好吧，讲看看吧。有一个皇后，她很爱睡觉，她整天就只爱她的床。请问是哪一个皇后？不知道。猪皇后。不是，因为她是猪。答案是明成皇后。为什么？因为明成皇后。科出来了。我配合度高吗？我挑战失败东哥配合度好高哦。对啊，科，也蛮好笑的啊。名称，老师你听有啦？我听有啦，我说猪皇后也对呀，因为猪也比较爱睡呀，对不对？你讲名称啊，那只猪啦，爬起来嘛，呱呱叫。突然被说服了。好啦，放弃。好，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好了。好，我好，们今天要聊什么正题呢？今天呢就是要来聊，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嘛，球赛就暂时停摆。但是呢，我们今年的选秀会如期的举行，对不对？对。那我今天就想跟两个先輩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今年的选秀，可不可以来给我们一点沙盘推演？我们来猜测、神预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亮点啊，不管是在旅外的球员，还是在我们本土的一些选手上面，老师们有没有觉得比较看好哪些人，以及我们在这5队当中有没有需要补强什么样子的选手？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好吧，我先插个话。好，我先插个话。像倪轩在乐天队有一段时间了啦哈，从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出蓝米狗王朝那时候他们的主要的一个战力是在哪里？那现在乐天队呢，在整个战力上没有那么完整的情况下，他们欠缺是在哪里？他们补强的一个战力是哪一个角度？我想要先请教你。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在拉米狗的时候，毕竟也拿了几次总冠军，而且是连续的，就是创下了一段辉煌的成绩。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有我们的暴力员打线，没错。对，但是我觉得现在乐天，我觉得打线其实也还是很好对啊，也没有变动，也没有说很大。对啊，还是那个时期的那些应该说主力的一个战将嘛，应该是对。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投手呢？你那时候在拉米狗的时候也是拿下冠军啊，可是投手的整个战力也没有说很整齐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呢？吗？怎么会呢？以你的看法，是教练吗？还是选手吗？还是啦啦队人数太多了，然后这个视角，啦啦队跳得不够卖力。OK， 好，终于你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了，对，我们会更努力来帮球员加油。好的 ，OK， 好吧，那大概就说大概就在乐天这段时间了啊，
在王朝那个时期啦，跟现在乐天队在整个战绩上比较没有达到大家的一个预期了哦。那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啦啦队跳得不够卖力，也不够热情了，可能是这样子。乐天女孩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会继续更努力的。好吧，回归到老师这边呢。老师这边对于我们这次的选秀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选秀的话，应该就是你球队比较欠缺的部分的话，你要补强，然后找的选手会比较偏这个方面。我举个例子了就是说，比如说统一狮队，他内野可能失误也稍微多了一点，他要补强一些内野手，所以他的重点可能会放在比较有集战力的可能性的内野手的人选。那乐天桃园他因为投手的防御率稍微有高了一点，然后要补强的可能是会偏重在投手方面，这个是比喻这样了那你如果说像味全的话，他可能还需要捕手这方面的加强的话，他可能还要再选一个捕手。从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第一轮就是富邦就是江少庆，对，乐天是陈冠宇，中信是胡志伟，统一是曾仁和，味全是李彦青。为什么中信会选择到胡志伟？统一会选择到曾仁和？或者是味全为什么会选择这李彦青？老师，你的看法是？因为如果说以他们在国外表现的一个成绩的话，应该都在3A 以上，有加入大联盟的一个经历了。对，没错。胡志伟也好，在光芒这个曾仁和在小熊都有达到大联盟的这个成绩啦，所以他们的实力应该，他们的速度都有150，这个实力是。他在整个球场上的一个投手的表现，应该也介于说球队一个本土选手的一个有 S 级的那个实力的选手，我认为。所以吕彦青的话，他去日本，他如果那个成绩以日本的这个2军的话，应该在美国是差不多在2A 了。那没错了。可是你刚才有提到，立功。在上半季的一个赛程过程当中当然像每个球队都有一些补强的一个空间呐。可是你说味全比较欠缺捕手，可是你在第一轮的一个选择上，你又选择李彦青，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捕手？对，你说捕手一样的疑问人吉利吉劳也有可能这个就是他如果说他没有选吉利吉劳的话，李彦青就有可能会被富邦选走这个就是会有排挤的效用了。你不选李彦青，就有可能选吉利吉劳的话，朱立人那你有可能他们两个就会在第2轮的时候会被富邦选走了。有可能这个机会蛮高的。对，我第一轮是富邦悍将选江少庆嘛，乐天陈冠宇嘛，中信是吕彦青，那统一是应该是胡志伟，那味全是应该是巩冠吉利吉捞巩冠。最近的一个报道当中在所谓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很明朗化了，已经很明显了。比方说像第一轮这个富邦悍将会选择谁，或者是乐天会选择谁，其实在这段时间他们所选择的那些选手已经加入到他们要所属的那个球队，已经开始做训练了。江少庆很早就加入到富邦悍将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系统上，像陈冠宇你应该也知道透过报道当中，他最近也已经去乐天队跟球员之间来去做一些互动。或者是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像中信的话，李彦青现在已经也是在中信兄弟在这边做训练的一个时间。统一狮队的一个选择上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
是不是在旅外的球员比较比重会比较多呢，还是摆在这个高中选手的一个身上会比较多呢？我这是扑朔迷离了哈。那可能就是选秀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们会选择谁了。那以味全的整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第一轮应该还是会选择捕手来去做一些补强的一个战力。那可能捕手这一块的话，可能会去选择旅外的像这个吉利吉捞拱冠朱立人啊，来可能去做一些第一轮的一个选择吧。今年的选秀也算是创另外一种纪录，就是有另外一种可看度在。那我们讲完首轮的部分，那我们的一些旅外选手假如都如期这样子照顺序被选完，接下来对，如果是换到第二轮，是你讲第二轮呢？如果说朱立人没有在第一轮的话，有可能第二轮的选择富邦会选朱立人。朱立人是，对，朱立人。为什么？因为他的打击他也可以守一垒啊。是啊，他们去年也是有选择到张进德呢，难道今年他们还会去选择捕手这一块吗？他捕手，他可以当捕手，也可以守一垒啊，也可以打 DH 啊。就是他也可以再打，因为打好的打者每一队都很欠啦，对不对？那投手如果说既然补强了很多的投手的话，他打线也得分能力他要加强啊。对不对？他如果打一个朱立人的话，其他的要选朱立人的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是第一顺位啊。我第二轮是朱立人，是富邦会选他啦。对，乐天呢？乐天的话应该会选投手啦。是，因为投手都比较好的投手，差不多都现在有可能，我是说，他会选大学的，对，大学的成熟度比较好也比较有经验啦，那个身体素质也会比较完整一点。没错，我挑的是李承峰啦。李承峰李承峰，我是没关系，文化的啦，文化大学。对，中信的话就是岳振华的弟弟岳少华。真正是兄弟呢吼。对，就三兄弟拢同队啊。真的。哇！统一狮的话，少内野手可以找蔡真宇啦。蔡真宇也是大学，有去旅外了。旅外的蔡振宇啊。好。那野手也是同一狮队比较需要去补强的地方，有几个补强一下也不错了。OK。魏全龙的话就是张翔啦。张翔，波球，哇，这是我们教练在第二轮的一些各个球队选择的一些球员了哈。那李轩，你觉得老师这边在选择选手的一个补强上有没有什么加分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说的真好啊。说的真好，听得很模糊啊。我的名单可能跟老师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投手，像我看到的就是陈志杰，好像陈志杰对蛮受到一个期待的。对，以目前来说他是这一届应该是高中毕业生算速球派的一个投手了。但是如果是以高中生来说，他没有办法。他比较不属于即战力选手，对不对？也应该算是这一次的选秀会当中也算比较热门的一个高中生的选手，因为在高中这段时间也算是也有旅外的一个机会了。那他最后会选择留在国内去做选秀，可能也觉得现在国内先把自己的一个实力提升上来之后，他有没有这个机会能够旅外啊？那
那当然对这些选手来看的话，像倪轩的话，可能有一些大学啦或是业余城邦球员应该比较不熟了。像第一轮，像乐天队你最熟悉的一个球队好了啦，像你第一轮的会选择陈冠宇嘛？那以你的角度的话，第二轮乐天队的话，你会去选择谁？我觉得是不是还是会以野手为主？因为像之前我们这一队选秀，通常前面的轮次都会比较是选，比如说像马杰森，去年，比如说像对马杰森，他们就是会在比较前面的轮次就被选中。所以说没错，我是照我们之前这样选下来的那个历史记录去看的话，会觉得说第二轮应该还是会比较着重在野手。高中生吗？应该说应该还是高中生会比例会比较重一点。那我的第二轮，我的名单是大概是富邦悍将是曾仁和，乐天队是张翔，中信兄弟是陈志杰，统一狮队是邱俊威，味全龙队是李展毅。我会富邦这边的话，如果曾仁和没有在第一轮被选到的话，可能富邦悍将会选择第二轮的第一个顺位会选择到这个曾仁和。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旅外选手真的是不可多得了，因为以他们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以他们可能一加入到球队的话，大概就是即战力。那可能就是富邦悍将第二轮的第一个选择应该是曾仁和。那乐天队以我的一个分析来看的话，乐天队在第二轮应该还是会选捕手，大概应该会去选平镇高中的捕手张翔，因为在外面的一个评价当中，张翔这位选手也算是攻守俱佳的一个选手，脑筋非常灵活，这也是目前乐天队急需要补强的一个角色。那第二轮可能乐天的就是应该是张翔。那中信呢？中信这边的话，可能会选择高中投手陈志杰。陈志杰应该是没有里外的这些选手回到国内选秀的话，陈志杰这位选手应该是都会在第一轮就被球队选择。那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次海归回来的选手太多了，只能把他排在第二轮的这个轮次上。那如果任何一个球队能够选择到陈志杰的话，我是觉得都是赚到的，因为这个选手真的很棒。虽然是对，虽然很年轻，未来的一个爆发期是怎么样，没办法去预期的。当然就是非常有实力，也可以变成球队的一个应该说即战力的一个投手。那选择他的应该算选择到他的球队，应该是运气是蛮好的。那像第四轮次的话，同一狮队的应该同一狮队应该在这个角度还是会选择在投手这一块啦，应该也是选择高中生。目前在应该是高雄高苑工商的这个投手高苑工商王牌投手邱俊威这位选手。那当然从很多的高中比赛当中也看得到他的一个投球的一个实力啊，球速相当快。那比较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他的身高会比较中等可能就先发的话，那还看加入同一狮队之后是不是有先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格呢？以他目前的整个实力来看的话，应该先把它摆在中继，反而对同一狮队来讲有战力提升的一个牛棚应该说牛棚实力提升的一个作用那大概同一狮队应该会选择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轮次像味全的话，他们第二轮可能选择的选手大概应该是在以野手的一个成分比较多一点，因为你也看得到味全龙队在第一年加入这个义军的行列，很多的一个攻击面这部分并没有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可能会去选择目前在高中生具有应该说具有力量型，身材高大，然后非常有 power 的一个打者，叫做应该是大理高中李展毅。味全龙队可能会去选择这个选手，因为以他的一个身材条件，在我观察他比赛的一个状况的话，
如果是有机会能够上到一军，我可以预测他可能1年的一个赛季当中都有双位数全垒打的一个产量。我第2轮的这个名单是这个样子。报告完毕。这个预测两边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对呀，对呀，有一些这个，对。老师，你觉得我的第2轮呢？你的看法呢？看起来是很有味道。至于说你刚刚讲的那些高中生啊，可能你的资料比较准确了。对，没错，是这些高中，我是很久没有在，差不多3、4年没有在讲黑豹级了，所以没错，对对，所以就比较没有列入这些优先顺序啦。没错，没有讲到的话，也有遗珠的话，就比较抱歉。都不会了，这个都是我们的预测了哦。那球团这边会不会去选择这些选手，我也不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带风向而已啦。注意啦，对，我们就把它拔草吧，我们注意让他们在选择上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对，我们的会不会这样也都很难讲啦。对呀。比方说我现在，就像说我第1轮选择谁，那可能球团这边想说，东哥跟钟教练跟这个倪轩讲的这些名单又讲的又有道理，可能到最后他们的那个选择的一个名单，对，改变心意哦。对啊，有可能啊。其实他们球团都有球探啦，应该都有追踪这些选手的这些资历啦，应该选的会比较球队需要的人才啦。没错啦。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哈，这个选秀会这个最主要还是在考核每个球队球探的那个今年在工作在找选手的这个动作当中有没有很认真，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球探有没有认真工作。球探的工作就是要为球队挑他需要的人才了。以往的话，就是拉米戈的球探好像挑的都还蛮不错的。所以他们这几年的成绩就比较突出了。所以你其他的球探也会进步啊。对，是他们进步以后，他的选择的顺序比较前面的时候，会挑他们需要的。其实我们讲了半天了，都是他们球队需要的才是重点。没错。了解。因为我是第一次参与到像这样子。直接亲身去猜测，然后去推演一下，大概是会有哪一些轮次跟选手分别排在第几顺位。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主要都还是要看球队他们每一支球队他们需要补足的战力重点在哪里。因为当然大家都想赢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考验每一队球探在这时候眼光有没有精准。有没有就是真的去确切的独到的眼光？对，独到的眼光，去拿到他们真的所需要的那个需要补强的地方。对啊，当然我们也是配合这一次的一个选秀会了啊，也是球迷朋友关注的一个地方，来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了。那除了我们这些选秀之外，倪轩，你们以后啦啦队的是不是要透过选秀的一个制度？来去增加你们每个球队啦啦队的一个实力啊！我们现在啦啦队其实真的有像球员这样，就是我们需要选秀，是真的要选秀，然后也有那个自由球员，就是自由球员，我们啦啦队也是有这个东西。你们有合约上有做合作吗？是哦。对啊。然后像还可以。还可以交易，不是交易，也不是交易，很好啊。就像自由球员一样，我现在没有约了，那我有别队看好我的实力，当然是可以把它签过去嘛，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所有啦啦队啊，我们其实在私底下工作还蛮常遇到的，所以其实比如我们队的啦啦队员不只是认识我们队，其实我们大家跟其他队的都有私交，然后也都会说，比如说甚至可能今年知道今年有要甄选或什么的，如果真的有人没跳了，我们还可以去说，
我们队今年要甄选呢，啊你那边不跳了，还是你要来我们这边？对对对，是啊，就是其实我们是还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过？我吗？对，你说我有没有讲说，哎，对啊，不是，有没有其他队的啦啦队队员去邀约你说，我们这边福利比较好哦，可能会薪水比较高，待遇比较高哦，来哦，会不会？还真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打从一开始，我生在乐天，死也在乐天，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是在这边，所以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应该是不会转队，所以就也没有人来问我说，要不要来？要不要来？原来还好，我看到你的这个背后有这个印了4个字啊，金钟乐天呐。对，我要把它刺在我的手臂上。对，哇，下次要看到哦，金钟乐天，人家说金钟报国，你是金钟乐天乐天，对。好吧，再继续再聊下去吧。OK。那我们这样子要还推得了第3轮吗？你要问老师啊，老师是不是还有第3轮的一个选择？对，你有第3轮的名单吗？如果照排的话，第5轮也排得出来啊。但是现在各个球队事实上有实力的选手也蛮多的啦。那你说要增加他们2军的一些人才的话，当然也可以多选几轮啦。但是球团的负担也都很重了，所以现在几个球团他每一年的淘汰的蛮厉害的，有的时候淘汰都7、8个、10个都有，所以他会循环的会很快了。你要找的多，那淘汰的也会多了。对，没错，都是这个样子，因为职棒本身你没有实力的话，很快就会被刷掉。其实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接这个刚才老师所提到的说到这次疫情的关系，今年的一个测试会，就把它就取消了，95位就直接保送，就直接这个都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选秀会。所以说一般来说在去年每一年都有一些测试会的这样安排可以在球场上直接就看到选手在球场上的一个实力，跟他的一个未来性，跟他的潜力在哪里。那今年就没有了，就直接选秀了。对，这些很像是摸彩的一个感觉是一样的摸彩的一个感觉实际上就是摸到大奖就中一个大奖。其实比的就是球探的功力啦。对，做的功课就很重要了。他的整个资料啦，哪些选手啦，他追踪啦，有参加这次的选拔的机会的话，他有追踪到的话，他选的几率就高一点。那有的时候你看中的，别人也看中啊，说不定你想要选的时候被人家先挑走啊，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都有一些策略了。就像刚才您先讲的会不会有一些放假消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一定会有。对啊。对，因为从这个选秀当中从我一个经验来看的话，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说我第1轮选谁，选谁，第2轮我选谁，第3轮选谁，我这个时候我的某个战力比较欠缺，我要去选择这个选手。其实听爱的喝了那就是要透过选秀之后，整个事情都会明朗化，写出来的签约了，那个才是真的了。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测试会的选手是95位嘛，就不用测试就直接保送嘛。像不用测试的选手就有49位，然后在95位再加49位的话，大概就将近有160位的选手来去参加这次的一个选秀会。所以说这一次的一个选秀会的选手的规模算蛮大的。那最后几家欢乐几家愁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你就看最后的一个选秀的一个结果了那我们也刚才说我们会不会有第3轮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年的选手的一个深度不够，可能这次球团选的人数就不会太多了啦。对，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那大概今年球团的一个目标是摆在这里外这个部分。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
所以说第3轮这部分我就不去预测了，我就猜前2轮而已。会不会你预测成功，到时候只选2轮就没了？这样子可能性是比较低了。对，应该依照惯例的话，基本上一定会有8轮。哦，对，那8轮，对，应该还是会有8轮的这样的一个轮次了。因为公司在这个选秀的预算当中，应该只有8轮的一个资金的预算了。那其他的就看球团这边怎么去安排。大概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了。老师你嘞？也应该是这个角度，要选多也机会不大了。你说选个5、6轮以后，大家会比较考虑了，因为你前面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卫选的话，他前面选了这么多选手，你要叫他这一轮要选很多选手，他可能要打问号。对，还要打问号，因为这个经费也是要考虑的，不能够只有说我喜欢选手，我一直叫进来，但是会造成公司的负担，这个也要考虑。你说选个8轮的话，这个都很有眼光，选到8轮。我的看法是，如果选到5轮的话，应该就算蛮有眼光的了。好，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讨论出，我们还是重点着重在这些旅外的选手。那第3轮呢？关于这些第3轮名单，如果大家在听完2位专业的老师讲评完之后，如果有想法，也欢迎就是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啦，或者是自己心目中有想法的话，当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互相的做讨论。那今天呢，非常谢谢2位先輩，谢谢我们的科科钟老师，然后谢谢东哥在这一整集节目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话题性的这一些选秀的妹妹嘎嘎。那希望到时候选秀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一起来期待，拭目以待咯。好，那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期待下次见，拜拜。